各位晚安。恭祝各位蛇年如意吉祥，萬事勝意。今晚咧喺度咧，就我想好簡單咁樣介紹一下咧慈恩基金會嘅狀況俾大家。慈恩基金會嘅工作咧得到捐幫同埋義工朋友嘅支持咧，就穩步前進嘅。慈恩基金會過去咧就只係喺學校同埋做助學呢個工作。後期咧，我哋咧增加咗好多不同嘅項目。例如咧就係喺醫療站啦，或者係慈善助學，或者係一啲孤寡老人嘅幫助嗰啲行業。新加嘅項目咧，我哋都係經過我哋嘅義工實地考察，真正係有咁嘅需要，我哋先至係實行。如果冇需要咧，我哋咧就會馬上停止嘅。就係例如咧，好似我哋以前做開有一個叫海參蛋嘅，因為中國大陸裏邊咧就有一個叫營養午餐，所以咧我哋咧就覺得海參蛋咧就變咗錦上添花，所以我哋咧就停止咗呢個項目。將捐幫嘅錢得到捐幫嘅同意，就我哋咧就將啲錢咧都係幫咗呢個持續做呢個項目。第二咧，我講下慈恩基金會嗰啲義工嘅情況。慈恩嘅義工咧就增長得非常之緩慢。其實緩慢咧係有原因嘅，因為我哋啲義工咧係要求咧係有一個責任制，同埋咧佢哋出差咧喺大陸做嘢又要出錢又要出力又要出時間，所以係非常之辛苦。增長緩慢咧都係理所當然嘅。最近咧我哋多咗個項目，就係因為個清潔工人咧走咗啊，所以啲義工咧都要幫手做清潔、洗廁所都要做埋。喺度多謝同我哋洗緊廁所嘅義工先啊！喺度簡報一下我哋嘅咁多年嘅籌款活動啊！其實我哋慈恩咧就好少搞籌款活動嘅。喺12年裏邊咧，啱今日我問過我哋嘅財務大隊長，佢話咧我哋喺12年裏邊咧一共籌咗2億1770萬。我哋用咗嘅錢咧就用咗2億1200萬嘅。有啲錢剩咗喺度咧，嗰啲錢咧就係應用未用嘅錢。同埋有啲捐贈者擠喺我哋個基金嗰度咧，就係指定一啲項目做，然後先至用出嚟嘅錢，所以咧就係未用嘅錢嚟啫。但係嗰啲錢咧係將來都會一路用出嚟。慈恩咧以前咧就好少搞籌款活動嘅。原因係咩咧？就係因為慈恩嘅主要嘅工作人員咧，大部分都